Hello，各位觀眾，而家係2025年10月26號嘅00:16。我成日都會撈咗撈，因為應該係10月25號嘅夜晚12點。不過算啦，總之就係呢個位應該只啱今次呢一個時間咯。禮拜六嘅夜晚，但係日期顯示係禮拜日。好，呢集應該講成1個鐘左右，我估咁，所以就慢慢嚟啦，唔係咁急咯。好，咁咧問候下各位先，因為前幾日突然之間天氣叫做急速下跌啊，個溫度好似跌到17度定18度左右啦，然後今日又變翻到27、28度，即係嗰個溫差好大咧。我相信應該有好多人會頂唔順，即係可能會病之類嗰啲咁樣啦。咁希望各位冇嘢咯。同埋我都真係生咗暗瘡，我係極少會喺個鼻度生瘡。sorry 離題。係咯，咁唔好離題啦。總之咧就突發，點解突發咧？就係我瞓唔着覺，係啦，咁所以就拍呢條片啦。同埋好似一拍片講起呢一種咁樣嘅話題咧，係永遠係要夜晚拍先至會好睇啲，我先至會多啲嘢講啊！即係唔知點解一去到6點打後，朝早6點打後咧，你陽光普照嘅時候咧，你個腦係完全唔會諗呢啲嘢嘅，即係唔會諗翻以前乜乜乜乜乜，又唔會話諗到一啲叫做比較符合我以前頻道風格嗰啲片啦，即係我係賣慘係 YouTuber 嚟噶嘛，咁講啦。即係我發現咧，一有太陽嗰陣係唔會諗呢啲嘢，但係一去到夜晚咧，尤其是係啲失眠嗰陣，因為我最近多咗一個習慣咧，就係我瞓覺嗰陣咧，我係唔會叫做播住個手機嚟聽嘅，因為以前咧夜晚咧我係慣咗可能播住自己啲片或者播住啲電台收音機嗰啲，一路聽住把聲咁樣一路瞓咧，就會好似叫做冇咁驚。我會唔會咁形容咧？即係總之就係會想有把聲咁樣咯。但係我發現咧，我以前瞓得唔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應該關係我成日叫做開住個手機擺個耳仔度咁樣播片呢一樣嘢影響到咯，即係關呢樣嘢事咁樣。咁啊，所以專心瞓覺啦。但係專心瞓覺，尤其是係你瞓唔着嘅時候咧，咁你咧就會不自覺地個腦會諗嘢啦，即係會諗下未來啊，諗下而家啊，跟住之後諗下我今日做過啲咩啊，跟住諗下琴日做過啲乜嘢啊，諗下之前1個月做過啲咩啊，諗翻3個月前做過啲咩啊，半年前啊，1年前啊，2年前啊，3年前啊，4年前啊，5年前，其實我都經歷過好多個夜晚係叫做不停係咁諗翻以前嘅嘢噶啦。咁所以咧就講一講翻以前嘅事咯。消失的6年，即係嚴格嚟講咧，其實唔係6年嘅，應該有7年。但係消失的6年咁樣咧，呢個標題即係聽落去好似吸引啲啦，係咯。咁呢6年係邊6年咧？就係我13歲至到我19.5歲，至到我20歲咯。13歲至到20歲嘅呢6年係啦，叫佢做6年啦。即係由我中一去到我半年前，係啊。咁呢段時間點解我會話係我人生中消失的6年咧？就係因為呢6年期間咧，我係發生咗超級之多嘅嘢，即係懶係好似拍電影咁樣講咧。係超啲先，即係大家見到我今日會掛咗呢個咪咧，就係因為我知我呢條片會拍好耐，同埋我可能會喐嚟喐去啊，費事自己坐定定坐足1個鐘啊。咁啊，所以而家坐翻輕鬆啲先。頭先講緊啲咩咧？頭先講緊就係話懶係好似電影咁樣講，就係呢6年咧，我係經歷咗好多嘅磨難，係咯，越過咗好多個嘅難關啦，然後自己亦都
改變咗非常之多。我會形容係180度嘅改變啦，不論係外在定係內在啦。我其實係不知不覺之間成為咗一個我曾經好想成為嘅人，即係達成咗自己一啲叫做以前會覺得自己冇可能會做到嘅嘢啊！嗱，數幾樣啦。第一樣就係我竟然成為咗一個會俾好多人覺得係曾經啦，就係都讀得成書嘅人啦，都讀書叻嘅人啦。因為話晒都考第一咁樣，算啦，呢樣嘢陣間先慢慢講，即係唔詳細講啦。咁成為咗一個讀書叻嘅人啦，喺好多人眼中。然後咧，我又學識咗打羽毛球，即係我覺得我打羽毛球嘅實力係去到咗我一個以前好夢寐以求、好想做到嘅水平啦。同埋我即係呢排打翻波，我都發現我都真係幾勁喎！發現遲啲俾大家睇下我幾勁。跟住之後，我又咩咧？係我又叫做做叫運動叻咗啦，做運動叻咗啦。即係我以前小學咧參加陸運會嗰啲係完全同攞獎牌係扯唔上關係嘅，即係完全係諗都唔使諗嘅。但係上到中學咧，我竟然係喺陸運會嗰度又攞過銀牌啦，又攞過金牌啦，然後仲攞過全場總季軍啦。即係陸運會竟然係可以成為咗我嘅一個舞台咯，咁樣係啦，都話晒都叫做攞咗2塊金牌。總之如果你又想睇翻我以前中學陸運會攞過啲咩金牌嘅話咧，就可以睇翻輝哥電台第9即係13咧，即係有一集係講咩我巴黎奧運令我回想起點我以前咩想成為奧運運動員嘅夢想咁樣之類嗰啲啦。嗰一集入邊咧，我有影過我以前嗰啲獎牌嘅。好，跟住即係叫做運動又叻咗啦，讀書又叻咗啦，打羽毛球又叻咗啦。即係未必一定話好叻嗰種，但係到達咗一個我以前夢寐以求，即係好想自己可以去到嘅水平。然後咧，去到我中3嗰陣咧，我仲更加去學埋彈吉他，即係我竟然仲識彈吉他喎。咁又去到我中4、中5嗰陣咧，我仲竟然彈埋琴添喎，學埋琴。然後我仲竟然作埋曲，仲竟然再填埋詞，即係竟然嗰陣好似未開始拍 YouTube， 係即係我發現我自己咧係不知不覺之間做到咗好多我以前中1之前未升上中學之前係發夢諗都唔會諗到嘅嘢，即係又考第一，又識得打波，跟住玩學校嘅運動會，又可以攞下金牌，攞下銀牌，撳低啲先。又可以識玩音樂，識彈吉他，識彈琴，識作曲，識寫詞。雖然我知道以前唱歌唔係幾好聽嘅，但係都起碼都叫做比一般人好少少啦，起碼唱得啱音啦。跟住同埋英文，但係英文唔可以計落去我消失的6年入邊。但係總之，我對我而家嘅英文水平係非常之滿意嘅，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唔係世人眼中嘅勁啦，但係我以前小學嗰陣非常之想達到嘅水平啊！即係我起碼而家我有信心，我可以同外國人可以即係溝通到啦，因為話晒我以前 Brawlhalla 嗰邊都試過即係接觸咗咁多英文咁樣啦，同埋又真係同外國人試過一齊打機啊，玩 Brawlhalla 玩排位啊，玩 Terraria 啊，係真係一路語音一路打機咁樣3-4個鐘啦。咁雖然咧我啲英文都唔係好勁嘅，即係同唔到人辯論嘅，但係我可以同到外國人一齊打機咁樣。因為其實打機你講英文好簡單，你淨係識得講幾句咩help me 咁樣，跟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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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you first you first，ok ok，you go I follow you 咁樣。其實就係呢啲咁簡單嘅英文。跟住一有啲咩嘢，可能你死咗或者你發現咗一啲嘢，你就可以用一個字，就係 bruh。係，所以應該有好多觀眾咧，而家就明點解我會成日講 bruh，就係因為我以前即係有一段時間咧，經常需要講英文嘅時候咧，我表達嗰個詞彙唔夠啊，
即係其實去到我而家我都係唔識點表達嘅好多位，咁我就會話好 blur 啊，即係this is so blur 啊，so blur 啊，即係你唔識得點樣表達啊嘛，咁你咪話呢樣嘢好 blur 咯，或者this 即係總之你乜嘢情況下你覺得好震驚嘅，又可以話 blur，然後你覺得好開唔係你覺得叫做好無語嘅好無奈，又可以話 blur，即係其實係好萬用嘅一個字嚟嘅，係啊，係咯，咁離題咗，即係總之，因為我中一以前咧，我小學嗰6年咧，我記得我就係合格，即係英文合格，好似就得1次定2次，總之係僅60分咁樣咧。同埋我以前小學嗰陣咧，我係完全一句英文都聽唔明，即係英文係超級之渣嗰種嘅。咁所以估唔到真係係咯吹多咗。總之就叫做呢6-7年時間咧，我達成咗好多我以前即係諗都唔夠膽諗嘅嘢啦。雖然而家個結局好似都唔係幾好啦，咁但係換嚟嘅代價係咩咧？就係有少少類似係嗰啲電影嗰啲男主角咁樣咧，你走火入魔，即係你不停係咁太過想令到自己變強啊，不停係咁修練咁樣咧，然後就不停係咁錯失咗身邊好多嘅嘢啦。最直接最明顯嘅就係我錯失咗好多我同我父母之間相處嘅時光啦，因為我用好多時間去讀書啊，去玩啊，去打波啊，去玩即係叫玩我嘅音樂啦，去練我嘅音樂啦，去係啊，仲中間仲做咗好多嘢，陣間再慢慢詳細講。咁所以咧就即係好似一眨眼就過咗啲6-7年咁樣，由中一去到半年前都係一眨眼。甚至誇張少少咁講，其實真係誇張咗啲啲嘅啫，因為唔好話誇張，根本就係真實就係咁，就係我係唔記得晒我以前中一經歷過嘅所有嘢，即係由我5個月前6月份嗰陣病啦，即係病到話要唞下氣先，飲啖水順便。去到話我5個月前，即係話病到自己頂唔順啦，然之後要揾啲親戚求救，然後我有個親戚就同我講話，叫我即刻去佢屋企度住，就係叫做被逼咁樣去咗佢屋企度住，再加埋佢哋成家人照顧我，然後又即係我唔舒服嗰陣就送我去醫院咁樣，然後喺我即係叫做住院嗰1個禮拜，日日都嚟探我咁樣。就係因為呢一件事發生咗，我先慢慢醒起，原來我係除咗父母之外，或者叫做除咗中一打後嘅時光，其實我中一之前我係發生咗非常之多嘅嘢，但係我係叫做唔記得晒咯，即係呢幾個月我先慢慢醒起，慢慢記翻起。係真係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記翻一啲啲，係講緊我不停持續地係有啲新嘅記憶係彈翻出嚟，係點樣彈出嚟嘅咧？就係我夜晚瞓唔着覺，我又真係想專心啲瞓啦，咁所以就會諗翻以前嘅嘢，就會諗翻以前除咗啲唔開心嘅嘢之外，都會諗翻好多開心嘅嘢。原來我係都叫做有過一下我屬於我自己嘅童年。然後我亦都有叫做好多其實都對我好好嘅親戚，即係曾經感情好好嘅親戚咁樣，曾經好好嘅朋友亦都有。係好，咁就離題講咗咁耐嘢，而家就正式聚焦啲講翻，就係我消失的6年究竟係發生過啲乜嘢事咧？